穿了真皮。I like it， 穿好新款戰鬥服，笑像也變不羈。而鈴聲響了戒備，連忙回 Baby on my way。火速散閘衝入 lift 門 ，Are you ready？ 剩下60分，預備驚喜。懸浮於半路太久，難題堆滿入口。Oh my， 7樓的等到5號，3樓要搬貨裝修，可否再快兩步 ？Come on，Elevator Elevator， 心越急越煩，問題越難拆。Come on，Elevator Elevator， 現實未能預料，着急解決到嗎？1分30秒9，落到樓，衝出路口，同的士揮手叫司機踩油。佢問候我話馬路如虎口，到達目的地，睇唔到 lift 口。伸出到馬路，原來維修中有2步，等幾 round 就逼入 lift 門。Are you ready？ 就剩下6分，盡力講到。懸浮於半路太久，無人給我路走。Oh my， 早走的4個豬手，吹水怪逼爆 lift 口，好想借過半步。Come on，Elevator Elevator， 心越急越煩，問題越難拆。Come on，Elevator Elevator， 現實未能預料，着急解決到嗎？講到最尾要我照等候。Elevator， 急到最尾要我照忍受。Elevator， 得返我一個，冇嘢可以阻我，為咗你往難過關過，突如其來眼前一刻 OMG， 唉 ，call me 連環不能 Mr. E。那麼多，能意料有幾多？為何自製出折磨？平常心輕鬆更加多，任腳步再被困，最慢節拍都可。